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今仔日是2021年11月30号。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90篇，撒母耳下卷第7章18到29节，启示录22章12节到16节。今仔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自洁。当摩西受到上帝呼召的时阵，伊看到迄个分而不废的刺背，这代表基督教信仰的忍耐，对抗极权的压迫，领受救恩，甚至咱讲基督徒的呼召。更较重要是一项真重要的代志啦吼，就是摩西挖掘迄个刺皮的时阵，上帝甲伊讲，毋通滚前来，着爱将你骹顶悬的鞋脱落来，因为你所徛的所在是圣地，也是讲是圣洁的。这是伫出埃及第3章第5节的经文所记载的。脱落这个无清气的鞋啊，伫遮个所在，这个动作就是自我洁净的意思。今仔日的经文启示录22章的经文提到讲，迄个洗清气家己衣服的人是偌尼有福气啊！因有权食生命树顶悬的果子，并且通对城门来进入城里。洁净家己的衫，表示讲这个衫已经是抹垃圾，因犯了罪，甚至咱是讲因违反上帝的旨意。洁净家己就表示反悔、回转，安尼的人一定会得到上帝的祝福。有权食生命树的果子，真侪人拢误解讲吼，伫创世纪的时阵吼，上帝无愿意互亚当食生命树的果子。但是事实上，其实并毋是安尼啦吼，就是讲，若准伊的性命无下伫上帝的真道，是讲伊安尼真正看家己伤过熬谦卑顺服，这袂够，等等的，迄就是讲，伊需要洁净伊的家己，才会当得到上帝的欢喜甘纳。第三个角度讲到进入伫城里，这个城是咧指上帝的城，这个是咧指讲会通洁净家己的人，才会通进入伫迄个上帝的城内底。咱若继续去看落的时阵，就是遐个认为家己真好、真贤、真有会通自义的人，遮个人，因基本上是无愿意悔改来上帝遮个人，因只有会通伫城门外无法度进入伫上帝之城，迄是讲上帝就拒绝因。或就是讲，因拒绝自我洁净，无愿意亲近上帝，因为因惊邪术，因淫乱，因杀人，因拜偶像，并且爱讲谎言、白贼话来编造这个虚假的话。伫终末的时阵，上帝将要用各人的生命品质来做标准来判断。亲像伫启示录的经文安尼讲到，耶稣讲：看，我伫要来，我要带来报赏，按照每一个人的行为束缚每一个人。我是阿鲁法，我是欧米伽，是头起先的，也是末后的。是开始还是终结？另外，伫和合本的圣经安尼翻译，伊讲：看，我伫要来，赏赐刑罚在伫我，我要照逐人所行的来报应伊。我是阿鲁法，
我是欧米伽，我是首先的，是末后的，我是初，也是终。好啊，本中间咧讲到的报应，伫中文现代中文的译本讲到报赏，意思是讲上帝要照着逐人性命的品质来，互人即个得到应得的报赏。安尼了解其实是比较较正确的啦吼。咱看倒转来伫即个旧约的经文。讲到大卫的感恩祈祷，18节伊讲大卫王进入伫这圣墓，到伫上帝面头前，伊坐落来祈祷讲：至高的上主啊，你为着我所做一切，我真正不配得到，我的家族也不配。可是至高的上主啊，你赏赐我搁较济。甚至应允伫未来的岁月的中间，要恩待我会行顺。至高的上帝啊，敢讲这是人所常常看见的吗？我阁有啥物话通讲呢？你知你的奴仆，你的仆人安尼做是出伫你的旨意。你做了这一切大事，为了要教导我。至高的上帝啊，你遮尔啊伟大，无有人会当甲你相比。阮一向拢知，除了你以外，无有别个其他的上帝。照伫大卫的感恩祈祷中间，咱看见，因为无有一个国家亲像以色列国共款，得到福气，安尼互上帝来保守。但是咱千万毋通掠做讲上帝是安尼天性完全无视非标准的上帝。其实上帝事实上对即个以色列人也是以色列国是非常的严厉的。一旦因背离上帝的真道，因就无法度伫苦难的中间得到上帝的保守。上帝拯救以色列人脱离这奴隶的生活，互因搁一届正做家己的子民。因为上帝听见因的呼求，重点就是因愿意回转上帝，愿意洁净家己，正做上帝的子民。世界上无有一个国家亲像以色列，这是伫大卫感恩的祈祷所讲的。伊接续佫讲：你救以色列人民脱离奴役，互因做你家己的子民。你为着因做了伟大奇异的事，互你的名声传播全世界。你对埃及讨放出来的子民，无论到什么所在，你拢甲异族甲因的神明赶走。你互以色列永远做你的子民。你上主啊，你做因的上帝。洁净家己，其实就是看见家己的垃圾，然后愿意为着家己所犯的过错来献上悔改的心志，自我洁净，来得到上帝的欢喜。因为照圣经所讲的，遐个背离上帝道路的人，总是掠做家己会通来稳重伫上帝面头前。因会认为讲家己所行的歹，或者是讲所讲的白贼话，袂去互人来知影，来显露出来。即款的人是真困难发现家己的垃圾，搁较困难认罪悔改洁净自我。真正毋望咱拢即种的敏感，感受到上帝的心意，搁了解上帝所欢喜的。也好，那亲像保罗的批信伫罗马书12章第2节所劝勉咱的，毋通效法即个世界，
只要心意更新来变化，来叫恁查看什么是上帝的善良、顺全、通欢喜的旨意。接下咱要做伙来读诗篇90篇。主啊，你逐世代做阮徛起的所在，这个山犹未生出，地甲世界你犹未造成，对永远到永远你是上帝。你互人归途，讲恁世间人着活倒转，因为在你看1000年，亲像已经过去的昨日，搁亲像暝间的一更。你亲像用大水甲引流去，因亲像困一醒。早起时，因亲像发生的草；早起时，因发生无声。下昏时就收，我就孤单。因为阮对你受气就消灭，搁阮对你的发生来惊吓。你将阮的罪恶排列伫你的面前，将阮郁密的歹排列伫你的面的光明的中间。阮的日子拢经过伫你的大受气，阮的年岁过了，亲像吐一个气。阮的一生的年日是70岁，若是永壮通到80岁。总是其中所看口的，不过是劳苦忧愁。伊紧紧过，阮就飞去。一水知你受气的权势，也照你应该受的敬畏知你的受气啊！求你教示阮怎样算家己的日子，互阮得到智慧的心，也互阮要到第时咧。求你倒转，为着你的奴仆来回心。求你早起时用你的慈爱，互阮满足，互阮一世人欢喜快乐。求你照你苦楚阮的日，照阮拄着患难的年，互阮欢喜。愿你的所做对你的奴仆显现，你的荣光对因的子孙会显明。愿主阮的上帝的美妙点伫阮的顶面，愿你坚固阮的手所做的工，阮的手所做的工，愿你坚固伊。感谢上帝赏赐咱有一个纯洁的心智，好咱亲像大笔的火罪诗，你本来无欢喜祭物。你若喜爱，我就要献上；烧祭你也无欢喜。上帝所要爱你的祭，就是忧伤痛悔的灵。上帝啊，忧伤痛悔的心，你决断袂看见。求主互阮愿意自我洁净，来互主欢喜。阿们。